今次講緊2026賽季世界超級電單車錦標賽第4站喺巴拉頓公園賽道舉行。排位賽入邊，張雪機車有2部賽車入閘前10名，其中法國車手德比斯駕駛53號賽車，佢係第5位起步。今場比賽，張雪機車正式同新車優待期講再見，第一次喺保護規則之下參賽。成場比賽一共18圈，總里程大約73.35公里。比賽去到第13圈，原本帶頭喺加西亞，冇辦法控制好架車，喺彎道跌車，結果退賽。去到最後1圈，德比斯排第3位。但係去到最後關頭，德比斯靠住更好嘅出彎路線完成嘅超越，一次過超過2個人，一舉上到第1位，仲率先衝線。呢個係德比斯繼葡萄牙站包咗2回合冠軍之後，今季嚟到咗第3個分站賽冠軍。而家德比斯嚟到97分，而佢車手積分榜排第3，張雪機車嘅製造商積分榜都係排第3。對我嚟講唔算咩大戲劇性，我覺得最後嗰個超越都唔係咩好驚訝嘅事。我之前都覺得呢場比賽真係會幾難打咯，但係車隊成個週末都同我講要有耐性，話我哋會調整好架車。朝早我對架車都仲唔係好滿意，不過賽前車隊又再調整過，我感覺好咗好多。比賽最後我貼實咗對手，剎車同油門都控制得幾好，最後冇咗冠軍，真係好多謝車隊可以俾到我哋好咗賽車。張雪機車嘅另一位車手卡里卡蘇洛排第15位，前哥摩托車手德羅薩都有排名。呢個真係令中國大陸已經進入咗新階段。上線機車世界會慶祝我哋中國製造商品牌。你領先咗4秒，真係好勁啊！4秒其實好遠噶啦，平時你領先0.2秒都已經好唔錯啦，依家領先4秒，大家都嚇親啦，訂單即刻增加咗60%。講到中國大陸同日本嗰邊咧，中國製造佢哋真係贏咗。點解呢？張雪最近引起咗好大討論。其實中國大陸造車真係好勁，唔止摩托車、汽車而家都贏咗日本。張雪咧當年就話過，睇下我用中國製造打低日本製造，佢真係做到，用咗20年嘅。當時啲人信嘅。3月28號，超級摩托車錦標賽咧，真係法國車手揸住張雪泥機車嘅冠軍啦。結果咧，將喺傳統嘅霸主全部拋甩晒喺後面啦。呢架車咧引起全球關注咧，仲要2-0勝。其實呢架車要做到嘅真係唔容易，因為佢係500cc 以上，而且540cc 以上就涉及到成個產業鏈。有人認為至少要投資2億啦，我講緊係人民幣先至得，各種零件先有機會可以提升上去。佢完全因為佢重慶本身就有最大嘅機車產業鏈，所以佢贏咗邊度就係贏咗生產聚落集中，所以可以壓低成本。係啊，結果佢本人都幾傳奇啊！佢自己試車，老闆自己試車，撞咗滿頭包，所以佢知道車邊度出咗問題，佢都係去比賽，然後翻嚟知道邊度出問題再重做。都係咁樣啊！呢個我覺得係呢個叫皇天不負苦心人啊！真係佢自己累積咗太多次失敗，所以咧呢個係一個勵志嘅故事啦，叫失敗為成功之母，可係要下定決心。因為我有第一次影片俾你嘛，係啊，冇錯，抖音都介紹緊噶啦，佢就係好勵志，一定要將中國嘅電單車做起身啦。其實佢做咗呢款電單車500cc 以上就係最難做嘅。成條生產鏈都喺日本同意大利手上。結果嚟去比賽2次啦，佢你先4秒鐘先啦。最緊要嘅4秒鐘其實好遠嘅，通常你而家0.2都冇，佢都已經好唔錯啦。佢領先4秒鐘，
對於4秒鐘嚟講，電單車嗰種速度已經好遠，上百公里已經好遠啦。所以就係令大家嚇一跳啦，就係佢嘅訂單即刻增加咗60%啦，係令中國大陸已經去到新嘅階段啦，即係玩汽車、玩電單車嘅後生仔越嚟越多，所以中國大陸其實應該要適當放寬咗限制啦，因為玩車嘅人真係越嚟越多，所以大家都期待國產車可以補到呢個缺口。佢哋都願意買國產車啊，而且真係平到不得了。佢嗰部車淨係43000人民幣啫，43000人民幣啊！如果你買呢個意大利或者日本嘅冇車，咁邊個會買要成20萬嘅車啊？所以性價比真係高到爆，所以就有人提出建議啦。呢個其實都係家園寄嘅資料俾我先知原來我哋李道培教授都係機車玩家嚟㗎啦。佢就呼籲話，如果呢個市場可以喺大陸自己發展起嚟，佢估計會係1兆人民幣嘅市場，就係講緊玩車嘅人咯。佢哋嘅唔淨止係自己通勤方便咁簡單，佢會考慮唔同類型嘅車去玩車。我哋見到科技發展，除咗軍事武器進步之外，仲有民生用品而家進步得都好快。我哋而家要睇下嘅大陸有關摩托車品牌，首先想請教下屆大使睇下大陸嘅摩托車品牌張雪機車最近就離點喺世界超級摩托車錦標賽葡萄牙站嘅 SSP 組別嚟嘅冠軍。佢哋冠軍之後人氣一路升緊，佢而家相關嘅概念股都應聲齊齊升緊。其實主要係喺舊年10月有一個追蹤摩托車賽事嘅網站，曾經預言話意大利頂尖車隊，即係愛民兄弟車隊，會同中國品牌張雪機車強強聯手，將會成為賽場上一個重磅炸彈。結果真係喺之後有位34歲嘅法國老將，以4秒絕對優勢將對手遠遠拋甩咗後邊。結果真係估唔到，依家查詢量比起奪冠之前多咗10倍，因為有門市店長話訂單而家已經排到5月底，產值衝刺有18億元，依家訂單增長量有3倍咁多。訂單排得最遠咧，係去到7月㗎啦。佢有封面新聞報導話，實地去探訪張雪機車嘅重慶嘅銷售門市，成個賣場人氣爆燈，好多人都專登佢哋車查詢打卡，仲要睇試駕一下。所以見到呢一部機車，民生用品睇落真係一戰成名。大家好，我係主播